成功换到驾照。79岁黄老先生真欢喜，伊讲伊赛车已经30-40档，透过监理所所办的身体检查，证明伊的身体功能甲反应会当继续赛车。你若无安尼，算无保障嘛？你无感觉讲目睭好，司机好，你危险嘛？对无？恁即马安尼代表无危险啦。公路总局表示，高龄者发生交通事故的状况有较悬淡薄啊，主要原因嘛是甲身体机能有一寡关系。为要互75岁以上的时代知影家己敢有适合过来赛车、骑车，所以甲地方政府合作，希望加强时代对换驾照的正确认捌。目前为止，来换照的率是75.3%啊，75.3%。那我们当然我们会持续的跟各地方政府合作，来提升我们这样一个换照率。包括咱乐龄的这据点，甲长照西点的据点，甲狮子的据点，拢总提供出来。含这个公路总局来合作，因的行动的这个检验车会使到咱的据点。嘉义市过去只有卫生所会当提供这款服务，透过甲公路总局的合作，即马市内有80个所在会当协助时代换驾照。嘉义市卫生局嘛呼吁民众，厝内若是有75岁以上时代，搁咧骑车也是赛车，爱请因来做检查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